撞上了！怎么回事？天啊！要不要打这120啊？是怎么回事？先报个警啊！小伙子没事吧？赶紧！这都摔不死，哼！这废物的命还真是够大。娜娜，为了你连打3份工，我把我挣的钱都给了你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就算是一天打300份，也比不上我们凯哥的一根脚趾头。我们凯哥啊，可是星辰集团的总经理，不像你个臭送外卖的，只会用跳楼来威胁我跟你在一起。嘿，真下头！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还用跳楼威胁别人？就是，没钱就别学别人谈恋爱。废，你呀，就是一个跳梁小丑！我要是你，早都一头撞死了。哎，走，宝贝儿，咱们吃饭去。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咱们也散了吧。走。那张凯，你们给我等着！发誓一定会抽一针上人，后悔莫及。检测到宿主情绪强烈波动，超级回报率系统已激活。系统？不成，这是小说里的金手指。本系统可分析事物回报率，回报率越高，宿主从中获益越丰厚，还有机会获得特别奖励哦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嘞，冰糖葫芦。嘿，兄弟，冰糖葫芦，来个冰糖葫芦吧，3块钱一个。来一根。过去了。谢谢啊。这居然真的能看到所有事物的回报率，这么说。我岂不是要发达了？哎 ，F 级回报率1万元，E 级回报率母猪的产后护理，帮助老板拯救宠物猪，奖励3万元。D 级回报率，中央刮刮乐最高奖抽10万元。老板，你们店里刮刮乐有多少？我全包了。真的啊？对。帅哥，总共是15万，你看现金还是转账？我靠，15万，这么贵啊！哎呀，小弟弟，人家这都是按成本价最低给你算的。赚10万，成本要15万，傻子才这样干呢！美女啊，我今天出门比较急，没带那么多钱，要不我先少买一点。没钱你吹什么牛？老板娘，这个多少钱？500。500我要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买这个呀，肯定血本无归。听我的，买这个，买这个必中。大爷，谢谢您的好心啊。不过我觉得我今天运气比较好，这里面肯定有大奖。老板，过去了。年轻人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小伙子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你要是能赚钱，老头子我呀，把这本全吃了。吃，你吃吧。哥，10、100、1000、500、10万。
娘，来转账吧。哎，少不了你的。哇，老板娘大气啊，谢谢啊。帅哥，还没吃午饭吧？我家里正好没人，要不我下面给你吃。下面，老板娘，改日一定啊。帅哥，哎呀，我也没吃饭，要不……有了系统，一定能成为人上人。沈娜，你等着后悔去吧。怎么这么多人啊？提示提示，系统检测到前方出现 SS 级回报率事件，请宿主把握机会。提示提示，系统检测到前方出现 SS 级回报率事件，请宿主把握机会。D 级就10万奖励 ，SSS 可是比 D 级整整高了6个等级，那岂不是说是1000亿啊？不愧是 SSS 级别的回报率，金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。看样子还没有人发现这种金库，也好，这东西你们把握不住，还是让我来吧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可别想不开呀！这豪门虽好，但是你也不能把你一辈子给搭进去。什么豪门啊？小伙子，你不会是不知道吧？你刚才撕的这个可是江城苏家的招婿启事。招婿？是啊，这苏家千金苏晴雪虽然是咱们江城的第一美女，苏家也是有名的千亿世家。可我听说这苏晴雪3个月前去了一趟暹罗，结果回来以后就昏迷不醒，体重还长到了300斤。就你这小身板，怕是扛不住啊！什么300斤？而且我还听说，这苏晴雪活不了2天了。说是招婿，其实啊就是冲喜。我靠，狗系统，你这不是坑我吗？我要是有当赘婿的命，还有什么系统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把他贴回去。林琛先生，你好，我是苏府的管家，请上车吧。那个，我想说，我不是故意接下来的，你是不是不信啊？夏院长，我女儿的病怎么样了？我从医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怪病。夫人，还是另请高明吧。连夏院长都没有办法，难道真的只能冲喜才行？哎呀，够了，别再提什么冲喜了，那都是封建迷信，愚昧。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我们应该相信科学。我不管，只要能让晴雪醒来，什么办法我都愿意试。简直无可救药。老爷，夫人，人带回来了。这气氛不太对呀，该不会人已经挂了吧？难不成我这婚还没结就丧偶了？你就是林晨，不愧是江城首富，这么快就调查出我的身份了。看来这豪门赘婿真的当不得啊！那个阿姨啊，其实我……哎，叫什么阿姨？叫妈。妈，这里有3000万，就当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不够花呀，再跟妈说。妈只求你跟晴雪结婚以后，好好照顾她，行吗？哦，3000万见面礼，我靠，不愧是豪门，列祖列宗在上。其实我真的不想当赘婿，但是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从今以后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绝不会让晴雪饿肚子。住口！什么阿猫阿狗，都想登我苏家的门了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就是，像你这种妄想一步登天的小人，我见多了。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，还说什么照顾我姐？我看啊，就是想吃软饭。你们都给我闭嘴！
清雪的事我做主了，看不惯就跟我走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妈，你也走，别在这给我添乱。哼！凌晨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他们也是担心我被人骗了。我实在没办法，谁愿意拿自己女儿的婚姻当赌注啊？可怜天下父母心啊！小陈，只要你愿意答应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要不我先去看一眼晴雪啊？好，老王，快带小陈去看看。你不跟着一块儿吗？算了吧，我看到他只会更伤心。乖，不愧是江城第一美女啊！这都300多斤了，还长得这么好看。可惜啊，是个睡美人。检测到 S 级回报率，目标人物苏晴雪，受蛊毒导致经脉堵塞，体质淤积。宿主可按照系统提示对其进行按摩疏通，回报绝世美人。这是，该不会我给他按完这些部位之后，他就会恢复吧？可是，凌晨，不管你这可是在救人呐！有效果啊！嘿嘿，饶流氓！妈，这家伙居然敢猥亵我姐！我没有，我那是在救他。放屁！我都亲眼看见你摸我姐的胸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那是给他按摩，你怎么能说我是猥亵呢？哼，就连第一医院的夏院长都对我姐的病束手无策，他可是国内顶级的专家。你一个送外卖的，怎么可能救醒我姐？好啊，我本以为你只是贪图钱财，没想到你竟敢对我女儿做如此龌龊之事！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打断他的双腿，扔进苍兰江里喂鱼！是。喂，别来真的！阿姨，不是妈，你救救我！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是在救晴雪啊！哼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哎呀，耀东，算了，让他走吧。你给我起开！都是你愚昧无知，非要找人冲洗，女儿昏迷都不得安生。我今天必须要为女儿讨一个公道！完了，系统，这把让你坑死了！住手！姐，你醒了？爸，放了他吧。刚刚应该是他救了你。晴雪，你终于醒了！你到底在仙楼发生什么了？怎么会昏迷还变胖了？是啊，姐，我怎么感觉你这次醒来又变漂亮了，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我只记得赵浩以终止合作逼我参加晚宴，我喝了他递过来的一杯香槟，之后的事情便都不记得了。什么？赵浩那小王八蛋在你酒里下药了？不是药，是蛊。这个蛊毒啊，种类繁多，有的能控制人的心智，有的能让人的身体发生异变。你们说的那个赵浩，那肯定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掌控苏氏。什么？妈，你别听他瞎忽悠，他要真有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送外卖啊？我看他就是看我姐醒了，他入赘的美梦破灭了，所以想编点故事吓唬你，怕你们把他赶出苏家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跟这个小陈道歉。凭什么？就凭小陈给你姐解了这个什么蛊，要不然你姐这辈子都醒不过来。就不，我看是你中了他的蛊才对。别以为有我妈护着你，
你就想赖在我们苏家，一定会找机会揭穿你的真面目。青儿说的没错，你一个穷小子有什么资格进我苏家？爸，要不你们先出去，让我跟他单独谈谈。你跟他有什么好谈的？你给我闭嘴！女儿啊，妈都调查清楚了，小陈底子清白，是个不错的孩子，比你之前那些见风使舵的追求者强多了。你要好好珍惜啊！下去吧。是。你救了我，我很感激，但你不能留下。为什么？首先，你我身份悬殊，有如云泥。我知道这话不好听，但这是实话。如果你说的蛊虫是真的，那赵家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们一定还会继续报复。留在这儿对你没有好处。这里是1000万，你走吧。1000万，真把老子当要饭的了？怎么，嫌少？想让我走可以，只要你妈同意，我马上走人。什么？1000万他都不走？妈还给他3000万呢，这家伙也太贪了吧！哎呀，他就是看妈好骗，想留下来要更多。可是他毕竟救了我，要是强行赶他走，只会影响苏家的声誉。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诚信，而且妈也不同意他走。放心吧，姐，我来想办法，保证让他灰溜溜的滚蛋。哇，不愧是 SSS 级的回报，随随便便就到手了3000万，还附赠个女神老婆。唉，可惜啊，只能看不能吃。哎，啊，苏晴雨，什么情况？姐夫，你说我和我姐谁更美？晴雨啊，我可是你姐夫啊！装什么正人君子？处罚 A 级回报率事件，拒绝小姨子的诱惑，奖励气血翻倍。靠，原来是拿这个考验我。姐夫，过来啊，我姐不会知道的。调皮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可就真不客气了。姐夫，你千万别客气。这样，真的？就知道你是装的。当然了，随便你怎么做都可以。那我可以。那人哪有变态呀？小玉，你这成何体统啊！妈，你看他勾引我，挑拨我和秦雪之间的感情。我跟秦雪的爱那可是专一的，其他的人就算是穿的再艳俗，在我眼中也不过是红粉骷髅。妈，你别跟他胡说，我只是想……给我出去，看我不好好教训你！给我等着！安心，走。还好系统提醒的及时啊，要不然这次还真栽了。气血翻倍是什么效果？我靠！唉，昨晚的事我教育过他了，以后都不会再发生。大愿吧。20%，这要地天版啊！看来这个山海集团最近要有大动作。怎么，你懂股票？就他一个送外卖的，恐怕连股票交易大厅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吧？哼，那我确实不知道。不过我听说啊，整个江城的股票交易大厅都已经停业了。现在除了苏二小姐，谁还线下炒股了？来，你来看看这2只股票哪只更有前景？
负200%，星辰集团的股票这是要连续跌停啊！去上海吧，我估计啊，他们今天的股票应该会有不错的涨幅，至少涨20%。不懂装懂，人家山海集团主营的是地产和酒店，现在行业萧条，资金链暴雷，都靠卖自家酒店还债了。你还看涨？脑子有病！卖酒店，资金链出现问题，股票却疯涨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山海的债还完了，口碑逆袭，品牌效应即将拉满。检测到 S 级回报率目标，江城山海集团因总部债务正在筹措资金，准备低价急售，回报率1000%。1000%，我要发了！对了，我想起来我还有点事情，你们先聊着啊。姐，你看他明明什么都不懂，还在这装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晴雨说的对，他终究不过是个普通人。星辰集团即将暴雷，他们家的股票千万别买。啊！哇！没想到2000万就拿下了，看来山海集团这次下的决心很大呀，不怪他们的股票会反弹。我要不趁这个机会把剩下的钱都投到股市里去，好好想想。对，沈娜、张凯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哟，这不是咱们的舔狗凌晨吗？我记得这次同学会没请你吧？哎呀，凌晨，我是不可能跟你在一起的。你要是还有自知之明的话，就别再来纠缠我了。不是，谁说我是来找你的了啊？你可别这么自作多情，行不行？懒得跟你废话，赶紧滚！哼，滚！今天啊，恐怕是你们滚。你说什么？敢让我滚？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这的老板呢。凌晨，我听说你为了追娜娜，一天打3份工，铁人3项都占了，结果连个像样的包都买不起，现在居然好意思冒充山海酒店的老板？就是啊，像你这样的底层人根本不配参加我们的聚会。就算是你们几个跪下来求我来，我都还不稀罕呢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这里服务员，正好，等会儿把我们服务好的话，说不定给你小费，还能让你把剩菜剩饭打包带走。凌晨，你还真是没钱硬装，真够下头。行，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那就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！这小子花2000万把这给收购了。哎呀，凯哥，你怎么连这个也信呀？肯定是凌晨知道咱们今天会来这聚会，所以专门准备了一份假合同来这装逼的。我看也是，别说2000万，就你这穷酸样，全身上下200块都不到。哟，凌晨，你为了装逼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呢。不知道的人还真被你装着。把合同捡起来！哎呀，你在这装你妈呢！我让你把合同捡起来！好，上次教训没给够是吧？我住手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居然敢打我们林总！林总，你是说这个服务生凌晨是你们这儿的老板？什么服务员？林总现在是我们的新老板。难道这个合同是真的？不可能，他这个穷屌丝怎么可能掏得出2000万？哎，经理，我说咱们酒店以后啊，就不要再招待这种……我知道了。昨天我听说有人入赘了苏家，成为了上门女婿。凌晨，那个人该不会是你吧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我说你哪儿来的钱收购这里？原来是卖身钱呐！我可听说那个苏家千金足有300斤呢。凌晨，你真是饿了，什么都吃得下去。凌晨，
我说你还真够可怜的，这离开了我呀，就只能找头母猪跟你一起生活了。姐，你怎么还不买星辰集团的股票啊？你不会真信了他的话吧？我只是有种不好的预感，想再观望一下。还观望什么呀？这星辰集团前景多好呀！我听说他们还刚上市了一款心脏病特效药，这接下来肯定一路暴涨。不好了，苏总，星辰集团的股票跌停了。跌停？这刚才还是涨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跌停了？星辰集团的心脏病特效药涉嫌造假，已有患者服用后猝死，现在股民都在抛售。制药造假，完了！要是让姐姐知道我挪用公款偷买星辰股票，就完蛋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青雨，你怎么突然这么紧张？你买星辰集团股票了？没有，我是觉得现在看来还不如买山海呢，至少还能少赔点。要是真买山海就好了。他们刚刚宣布获得了地产新规扶持，酒店将改建成学校，债务危机也得到了缓解。现在山海的股票都涨疯了。20%的收益，顶天板！这真被他说对了。苏总，您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选山海吧，我估计啊，他们今天的股票应该会有不错的涨幅，至少涨20%。对了，星辰集团即将暴雷，他们家的股票千万别买。喂，妈，凌晨在家吗？不在啊，不过他出去之前，我听他念叨什么山海酒店，他应该是去那儿吃饭了。山海酒店。哎，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哎，你说你要不把你家那头人形母猪带过来，让我们开开眼界啊？停！我看啊，是叫不过来了。整个江城谁不知道，苏家千金已经昏迷在床。恐怕已经快死了吧？哎呦，那下葬得有起重机啊！我去啊！臭小子，他打我！给我上，让他给那头母猪陪葬！怕什么？老子背后可是星辰集团，他们山海集团已经是强弩之末，只要苏家苏清雪一死，整个苏家就全完蛋了。到时候江城商界还不都由我星辰集团说了算？你们还真敢！放开我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帮林总啊！县令，星辰集团咱们惹不起啊！知道就好啊！小子，你现在给老子跪下，否则我废了你！有本事今天得弄死我，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！你嘴还真硬啊，凌晨！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给我往死里打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软饭男知道，就算他入赘豪门，也是一个人人喊打的垃圾。我看谁敢！凯哥，我怎么感觉这个女人有点眼熟啊？你认识吗？我也感觉在哪儿见过。不应该呀，这么漂亮的妞，我见一次肯定能记住的呀。你谁啊？我是他女人。难道她就是苏家千金？不可能！别说苏家千金现在躺在床上生死不知，就算她醒来，也不可能是这副模样。此女给我的感觉比那苏家千金的气质更胜过几分呢。我明白了，凌晨，这是你包养的小三对不对？你还真够行的呀，一边伺候着苏家的那头母猪，一边又拿着苏家的钱来找小三。这事要上苏家知道了，那你可不就死定了？美女啊，这小子的钱那都是卖身钱，把握不住的。不如你跟了我，绝对比他强。凯哥，昨天不是还说爱我吗？放心，哥心里很大，装得下你们两个。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妈的，给脸不要脸是吧？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啊？你还是先看看我是谁。苏晴雪，
你真的是苏家千金苏晴雪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个苏晴雪，她不是300多斤吗？而且现在还昏迷不醒。闭嘴！我姐的事情也是你们这群垃圾能评论的。哦，我认出来了，她真是苏晴雪，而且比昏迷的时候更好看了。林晨这屌丝凭什么能娶到这样的白富美？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啊！就算你是苏晴雪又怎样？老子背后那可是星辰集团。星辰集团，你是赵浩的人？没错，哼，我呢就是星辰集团总经理，那是赵浩公子的心腹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苏家就是一具空壳，整个江城那只有赵家才是首富。这星辰集团是赵家企业吗？你们星辰集团造假，股票早已跌停，你怎么还有脸在这耀武扬威？跌停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星辰集团的市值那至少有500亿，就算是你们苏家。赵公子，傻叉，公司都快崩盘了，你他妈死哪儿去了？崩盘！10分钟见不到你，你给我辞职滚蛋！公司真的崩盘了。告诉赵浩，我不可能嫁他，下药的事没完，还不快滚！凌晨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复合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是，林总。凌晨，凌晨，林总，没错。现在呢，这家山海集团的酒店是我的啦。你早就知道山海局势会逆转。哎呀，这个大概可能也许是我运气好吧。哎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本来打算买星辰股票，早上听你那么一说，犹豫了一下没买。如果不是你说，我估计现在早就被套牢了。你也算帮我避免了一次损失，所以我打算请你吃个饭，感谢你一下。苏总，不好了！星辰集团为了平息舆论，把制药造假的事情嫁祸给我们。因为我们有过短暂合作，所以外界传言都以为是真的。现在集团股票暴跌。赵浩这混蛋，快让公关部门澄清，我们早已与星辰终止合作。我公司还有点急事，今天就让秦宇跟你吃饭吧。啊？你怎么知道星辰股票会跌啊？哼，哎，亲我一口，我就告诉你啊！你敢调戏我？你信不信我告诉我姐？哈，凭什么只能你勾引我，就不准我调戏你啊？混蛋！你快告诉我，不然我找人弄死你！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别打了，不是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我跟你说还不行吗？老娘说完就这么没了，居然还被他……你老实告诉我，是不是买了星辰股票啊？别套了。是又怎样？而且还是背着你姐偷偷买的呢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猜的呗。废话少说，赶紧帮我赚钱。是求人的态度吗？手机拿过来。我警告你啊，我所有的零花钱都在这儿了，你要是赔了，我饶不了你。哎呀，赔不了，放心吧。妖股，大妖股啊！你疯了！这么垃圾的股票你也敢买？竟然还全仓梭哈了！有什么不敢的？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这清北华大都不如人胆子大，干就完了。哎呀，扯淡，快扯淡啊！这可是我全部的零花钱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已经交易成功，撤不了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继续等着数钱就好了。数个蛋！干嘛？你放开！你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哎，你就放心吧，这只股票它肯定会涨的。你给我滚！信不信由你，老子我还不伺候了。混蛋！别让我再看见你！
回事？这怎么还涨停了？这涨停板放得这么稳，难不成要连板？看这形势，要成为今年的妖股了。难道是我错怪他了？切，狗妖吕洞宾不识好人心。检测到 SSS 级回报率，伊莎集团总裁伊莎即将在兴宁古董街发生危险，请宿主前往救援。伊莎集团？哦，该不会是那个横跨多国的巨无霸财团吧？系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连条外国狗都没有，哪来的洋妞啊？难道是他？你跟着我干什么？谁跟着你了？我过来买古董的。好啊，今天你要是不卖下它，我就找人把你眼珠挖出来。这个女人怎么比孙清雪还强势？这也不像是需要我救的样子。老板，你这瓶子多少钱？小伙子，好眼力啊！这可是上等的明青花，一口价50万。多少？50万！回报率负1%万，现代仿品。这老板可真够黑的。老板，你这玩意儿，那一看就是个现代仿品，顶多值个50块，你竟然敢卖50万，你良心够黑的你！找茬是吧？不买就滚，别影响我做生意。哟，心虚了不是？我心虚什么？你说这是仿的，有种拿出证据，不然今天别想走。翡翠朝珠，清代宫廷珍宝，由108颗顶级老康玻璃种翡翠组成，估值20亿。我操，20亿，发达了呀！哼，证据是吧？那你敢不敢给我打个赌？怎么赌啊？要是我能证明你这明青花是假的，就让我在你这摊位上随便挑一些东西，不用给钱。要是我证明不了，我给你100万。这小子口气这么大，该不会是行家吧？不过就算是行家，也不一定能看出破绽。反正我这摊位上都是不值钱的假货，要赢了可是100万。好，大伙儿都听着呢，愿赌服输。待会儿谁要是耍赖，都别想好过。小子，看够了没有？你要是现在认输还来得及，我就收你50万，不然待会儿你可跑不了。好戏开场啊！哎！你他妈干什么？这可是价值50万的明青花，都够买你命的了，赔我！嘘，别急，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你这……美女，来，麻烦你帮我念念，这上面印的是啥呀 ？Made in China。哦，哎，大家可都看到了啊！咱这老板50万的明青花瓶上竟然印着现代工厂的标志，而且还是英文。老板，你说你这50万的宝贝到底是从哪个批发市场上淘回来的？这肯定是有人后来刻上去的，就是真的。还嘴呀？要不要咱们请帽子叔叔过来炖一炖啊？别，小兄弟啊，你放我一马，这摊位上的东西你随便挑，都拿走也行。行吧，看在你还识相的份上，我就随便挑一下吧。但是你给我记住了啊，以后啊别再卖假货了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拆穿一次。好，我再也不敢。就他吧。太好了，白捡20亿，今天赚大了！我操，
这什么情况？该目标患有严重心脏病，建议宿主立即施救。啊，心脏病？没反应啊！小兄弟，要不要让我来试试人工呼吸？人工呼吸？哎，不管了，反正又是为了救人。咦，我为什么说又？你可别怪我啊！我这是为了救你，老板可以证明的。我还没看到啊！这什么事儿啊？小梁，药材包里。啊！谢谢你，你不怪我？你救了我，我应该感谢你。你想要多少钱？哎，不用了，钱就算了，举手之劳嘛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这个男人似乎和其他人不一样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的心脏好像还是有点不舒服。你能送我回家吗？这个，我的车在外面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行吧，慢点儿。不愧是跨国财团，看上去比苏家还有钱。麻烦帮我倒杯水。啊！那个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等一下，我还有点不舒服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帮？怎么帮啊？帮我揉一揉。不合适吧？可是你的身体很诚实，都硬了呢。你说这玩意儿，那肯定是硬的呢。你说你古董店那么多东西，你偏偏选这串玻璃珠。什么玻璃啊？这个是翡翠，这是清代宫廷珍宝，老佛爷用的朝珠。朝珠很值钱吗？哎呀，也没多少，就20亿吧。20亿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小心点啊！这品质，这手感，好像真的是翡翠。什么好像？这玩意本来就是。好，就算它是翡翠，我们先不说这个。我叫伊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凌晨。你干什么？做我男朋友怎么样？我很有钱哦，远超20亿。我操，这是打算冒用我吗？难道小月我天生就该吃软饭吗？抱歉，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已经有家室了。你的妻子有我漂亮吗？有我有钱吗？她比你更懂得如何尊重别人。等一下，刚才是我冒昧了，我和你道歉，可以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吗？你救了我，我要报答你。不要了，祝你早日康复。有意思。帮我查一个叫凌晨的男人，对，我要他所有的信息。系统，我的奖励呢？我差点把身体都搭进去了，你可不能赖账啊！恭喜宿主获得养心丸级配方。养心丸？
该药以多味名贵中草药制成，具有养心安神、调理气血之功效，亦可对心脏病患者起到辅助治疗作用，且长期服用可增强体质，延年益寿。小玩意儿效果这么多，我倒要试试。也没什么用啊，还有点酸呢。我去，怎么又起来了？哎，大家怎么一个个都这么严肃啊，愁眉苦脸的？哎，股票没涨吗？什么股票？啊，没什么。还不是张浩那个混蛋把假药事件的脏水都泼到我们头上来了，还联合多家药企准备封杀我们，集团马上就要破产了。清雪，你不是说最近江城来了个国际财团吗？能不能跟他们取得合作呀？伊莎集团是国际巨头，涉猎广泛，市值万亿，他们的合作门槛极高，而且行踪神秘，我连他们的负责人都没有见过，更别提谈什么合作了。如果跟伊莎集团合作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话，或许我可以试试。你试试？你认识伊莎集团的人 ？Of course， 我刚还救了他们总裁呢。你怎么不说你是世界首富呢？信不信由你了。不过，就算是不找伊莎集团合作，我还有办法可以解决集团这次的危机。什么办法？说到底还不是差钱吗？啊，20亿够不够？哼，你有20亿，把这玩意卖了，不就有了吗？就这破玩意儿还想卖20亿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什么眼光？你好好看看，这可是老佛爷御用的朝珠，那放到拍卖行起拍价最少都有20亿的。哼，还老佛爷御用，给狗都不带。要真能卖20亿，我把它吃了。不信没关系，我还有后招啊！这个叫做养心丸，它的药效胜过现在所有的心脏病特效药，单颗见效，而且长期服用还可以彻底根除心脏病。咱们把它给推广出去，不仅可以救集团，还可以让苏氏药业成为全国不全球第一。哼，你怎么不说吃了能长生不老呢？哎，长生不老看似了，但是延年益寿的效果可是真的，而且药方还在我这儿呢。够了，凌晨，集团危在旦夕，我这个时候没有功夫听你胡扯。还不信？那我是真没办法了。哟，这么热闹啊！小浩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小姨子真是越来越润了。谁是你小姨子？哎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别叫了，你们家的保镖啊，早就让我给收拾了。张浩，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来，我就想让苏晴雪嫁给我。你休想！不嫁苏氏就等着破产吧。届时我会低价收购，嫁给我，我就保你荣华富贵呀。你他妈谁呀你？他男人。林晨，你之前仗着苏家不是挺狂吗？来，你今天再狂一个！你就是那个废物赘婿呀！怎么低价收购一个破酒店就这么狂吗？信不信老子1分钟让你扫地关门？不信？不行！哎，有本事的话，你可以试试。赵少，你没事吧？你他妈瞎呀！给我打死他！干他！苏家容不得你们撒野！苏家算个屁呀！区区一个软饭男，给打老子，给我死里打！等等，苏家可以卖给你。你疯了！为了一个外人，你要把苏家100年基业拱手让人呐？小陈是我女婿，反正集团也不行了，还不如卖了，换个安稳生活。哎呀，开个价吧。1个亿，太少了。是1块钱啊！1块钱？你抢劫啊！不卖呀！等明天股市开盘，我把苏氏做空，到时候连
1块钱都不值啊！你简直目无王法！现在在江城，老子才是王法！是吗？伊莎小姐，他就是伊莎集团董事长，居然这么年轻。伊莎小姐，您来是？我可以为你们苏氏解决麻烦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能做到，我们都答应。哼，很简单，我要凌晨跟我走。什么？不，伊莎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您为什么要他跟你走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这个不长眼的家伙惹到您了是吧？您放心啊，我这就替您教训。你敢动我的男人，找死！伊莎小姐，你说这个废物他是你男人？凌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喜欢的男人。你们要是谁敢对他不敬，就是与我为敌。救命恩人，他说的竟然是真的。他身上到底还有多少秘密？还不快滚！否则我让你赵家立刻破产。小子，咱们走着瞧。赵少，苏小姐，只要你同意凌晨跟我走，我就可以帮苏氏注资100亿，并全力护航。100亿，我们答应。你现在就可以把他带走。不行，小陈是我女婿，不是交易品，多少钱我都不同意。据我所知，你与凌晨并无感情，只是报恩罢了。你的家人从未接纳他，既然如此，我劝你放手，他值得更好的。谁说我们不接纳小陈？小陈，你自己说，你要是愿意跟他走，妈绝不拦你；要是不愿意，妈活出这条老命也要护住你。为什么明明以前我盼着他走，现在却希望他能留下来？妈，你放心吧，我不走。1000亿回报还没到手，现在走岂不是半途而废了？妈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。听见了吗？强扭的瓜它不甜。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，既然你不走，那我也不走了，以后我就住在这儿了。什么？你休想！我绝不允许你破坏我女儿和女婿的感情。不同意，那我不仅不投资，我还要让你们苏家破产。妈，别说了，让他留下。小陈，千万别被那女人迷惑，你要好好待情绪，以后苏家家产都是你的。你疯了！苏家产业怎能给外人？滚！再敢说小陈坏话，我就让你净身出户。我滚就滚，反正这个家我也待够了。哼！妈，您别生气，您放心，我将来一定会好好孝顺你。好孩子，你好好休息。清雪那边的工作我去做。慢走啊，妈。喂，你跟伊莎到底什么关系？关系，其实我们之间呢是清白的，你信吗？哼，鬼才信。不过，我还是要谢谢你，你帮我买的那只股票赚了不少，回头我分你一半。哎呀，不用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小姨子嘛。你喜不喜欢我？啊，姐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要是喜欢我姐的话，我以后全力支持。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以后可不可以考虑一下？考虑什么？没事了，你走吧。莫名其妙。哼，真是个榆木脑袋。做做本小姐的初吻，这么快就忘了。哼。
不是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给你安排房间了吗？陪我喝一杯。干啥呀？深更半夜咱们孤男寡女的，不太合适吧？怎么，怕我吃了你？行了，别闹，你赶紧回你房间去吧。我帮苏家完全是看在你的面子，怎么喝一杯都不肯？行吧，就一杯啊。今晚看你往哪儿跑。好了，酒喝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房间的热水器坏了，借你的浴室用用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啊，怎么突然这么热啊？他下药了？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无论如何，伊莎是因为你才帮助苏家。这杯酒就当感谢了。哎，别！明天我们就去办婚礼了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啊！哎，你没事吧？好热。Darling， 对不起了吧？我不许你碰他，给我放开！你放开 ！Oh shit！ 混蛋！谁让你进我房间的？喂，你睁着眼睛好好看清楚好不好？这是我房间。我怎么会在这？你昨天晚上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，你还不至于就喝了一杯酒就直接玩戏吧？这个昨天晚上呢，其实就是个误会。伊莎在酒里面下了药，本来是来针对我的，谁想到你闯了进来。大可放心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谁让你给我负责的？你给我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叫你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我走。站住！这件事情你不许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我杀了你！行，我不说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们还离婚吗？离，就当是被狗咬了。等一下我们就去民政局。被狗咬？我才是！给我滚出去！为啥？还说我是狗，差点没把我咬死。哎，看来这千亿回报是要泡汤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离就离。什么？离婚？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别管，今天这婚离定了。清雪，妈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，知道你跟小陈没有感情基础，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为什么姐姐跟他离婚，我反而有点开心呢？太好了！如果你现在就跟令晨离婚的话，我将再给你们苏氏追投100亿。怎么，我离婚，你很高兴？当然了，令，跟我结婚吧。他们苏家给你的，我能给你；他们苏家给不了你的，我也能给你。这好难选择啊。那好吧。这婚，我突然不想离了。什么？我先去上班了，离婚的事晚点再说。你别以为这样我就会放弃，凌晨迟早是我的。哎呀，有句话说得好，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你抢也抢不走。
令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去了你就知道了。哎，怎么又来这儿啊？不是，你又要买古董啊？我联系了一位鉴宝大师，请他帮忙鉴定你的超主真伪。这还有什么可鉴定的？不都跟你说了，这玩意儿肯定是真的吗？只要是正品啊，我能帮忙联系拍卖或者之前卖下。而且大师这宝贝很多，等一下你要是喜欢什么，随便拿，我来买单。哦，林晨，等等我，你跟踪我们？谁跟踪你们了？妈让我看好你，别被狐狸精给勾走。爸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想问你们呢，古大师的店也是你这种废物能进的？老东西，你要是再敢对凌晨不尊重，我立刻让你们苏家破产。伊莎小姐，你一定是被他的外表蒙蔽了，他就是个只会吃软饭的底层人，哪配你这么抬举？底层人怎么了？凌晨能一眼辨别古董的真假，最重要的是他很善良。就他这破玻璃珠子也配叫古董？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宝贝。看，这是唐寅的官铺图真迹，瞧这笔法神韵，见过啊？爸，你又背着妈偷偷买古董了。哎呀，放心，这次啊绝对不会打眼。这幅画呀，我只花了800万。800万买一幅画，你疯了？你懂什么呀？唐寅真迹存世极少，动辄上亿。这幅画呀，我是托关系才800万收的，鉴定后拍卖至少要翻几倍呢。回报率-10000%，现代仿品。你笑什么？要不是我，你一辈子都见不到这唐寅真迹。哼！要我说啊，您这就一现代仿品，顶多值800块。你懂个屁呀！我搞收藏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也是你个废物能评价的。上次500万买的青花瓷是明代仿品，300万买的山水画连印章都是后盖上去的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这次啊一定是真迹，待会儿啊就让你们心服口服。何人喧哗？哎呦，顾老，您可算来了。这幅唐寅官铺图啊，是我托关系从朋友那儿800万收的，您给长长眼。假的，顾老，您好歹仔细瞧瞧再说呀。不用瞧，一眼瞧，看这些东西只会脏了我的脸。耀东啊，说实话，要不是看在鉴定费的份上，我都不想见你。你哪次带来真品？眼光不行就不要玩收藏了。我看也是，不仅看古董不行，看人的眼光更差。哎呀，顾老，您怎能一眼就断定是假的呢？我那朋友向来靠谱，不会骗我的。我在古玩行几10年，真假一眼便知。尤其是唐寅的画，飘逸神俊独到，你这一看就是现代仿品。不信可以找人再验，以后别来烦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现在就给我朋友打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，爸妈早就让你不乱买古董，现在集团资金紧张，你还花800万买个假货，妈要是知道了，迟早让你净身出户不成？哎，别急，说不定是你的朋友手机没电了，你等会儿再打，指不定就通了。你别得意，我这画再假也比你那破玻璃值钱。这位小兄弟，你手里的朝珠能不能我看一下？当然可以。顾老，您好好给他看看，我说是假的吧，他还不信，让他心服口服。这是顶级的帝王绿啊！什么？顾老，你看仔细了，这分明就是破玻璃珠子。要真是顶级帝王绿，那不得
是好几千万。几千万？这至少20亿呀！啊，20亿？这真的假的呀？这108颗朝珠，全是老坑玻璃种帝王绿，颗颗云静无瑕，品相包浆俱佳，绝对真品。那也不值20亿吧？单论材质不值，可这是老佛爷生前最喜欢的翡翠朝珠，是宫廷至宝。只是什么？据说这翡翠朝珠随老佛爷入陵，后来陵墓被盗，随大批珍宝散落海外。小兄弟，你这从何而来？吴老，实不相瞒，这朝珠就是在咱这古玩街上捡的。捡的？哎呀，没想到这至宝在我眼皮底下溜走，那摊主要是知晓，要气死啊！其实这也多亏了伊莎小姐，如果不是她的话，我也没机会相见。只不过是走了狗屎运罢了。令臣拼的是眼力，不是运气。眼力？在江城乃至全国，谁敢在古老面前说眼力？我靠！林兄弟，这朝珠能否20亿转让给我？老夫愿与你结为忘年交。古玩行内有事尽管开口。20亿？做人别太贪啊！20亿够你几辈子富贵了。古老肯买是你的福气。我出30亿。30亿啊！35亿，再加上老夫这家店铺，店内的珍品虽然比不上朝珠，但也价值不菲。胡老，这珠子真值这么多吗？你懂什么？其历史文化价值无可估量。35亿，物超所值。若非林兄弟，你此生难见。这50亿。50亿？你疯了！伊莎小姐，你这是故意抬价。这朝珠若是拍卖，哪怕翻几倍也是有可能的。况且它对我有特殊的意义，就算是100亿，我也要定了。什么意义啊？这朝珠是我与令臣的结缘信物，我要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佩戴。谁说他要跟你结婚了？你少在这自作多情，早晚的事。哼！哎呀，老夫财力不济，此生能赌至宝，也算幸事。罢了，罢了。哎呀，林晨，俗话说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你看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朝珠能不能给我呀？给你？你不是说这玩意儿给狗都不要吗？要，狗不要我要。好女婿，你就给我吧。行，那这50亿你出得起吗？我是说送给我。送你？不是，你是怎么好意思说出这句话了？你是我的好女婿嘛，给岳父送点礼物也是天经地义的嘛。现在认我这个好女婿了，我其实还是喜欢你当初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是。爸，就算林晨是你女婿，可这几十亿的宝贝岂能白送你啊？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好女婿，你就原谅爸爸，只要你肯把这朝珠送给我，苏家以后你说了算啊。林晨，你忘了他以前是这么对你的了，给狗都不能给他。检测到 SSS 级回报目标，赠送朝珠给伊莎，回报1000亿遗产。1000亿遗产。林晨，50亿不够，我就出100亿。你要是开价，我绝不还口。求求你了，卖给我吧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嘛？你说话就说话，少动手动脚的。你又不是他老婆，你管得着吗？哼，狐狸精，不要脸！你再说一遍。好了，伊莎，既然你喜欢这个朝珠，那我就送给你了。送我？没错，
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也没机会得到它。亲爱的，你真好。你疯了？这几十亿的东西说送人就送人，就算送人也不能送给他呀！哎呀，伊莎救苏氏解决危机，就当是他的谢礼吧。哼，是假的，肯定是被米色迷昏了头。林兄弟，知恩图报，豪气干云，老朽佩服。哼，不就是串破珠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哼，你们就嫉妒去吧。亲爱的，顾大师这里的报白你随便挑，实在不行我就把店铺卖来送给你。检测到 SS 级回报目标，购买此画得唐银真迹2幅。2幅？难道这幅画有夹层？顾老，这幅画能拿下来让我看一下吗？哈哈哈！林兄弟好眼光啊！春山伴侣图，乃我店镇店之宝，市场价至少1亿起，拍卖更高。你要是喜欢，看在伊莎小姐的面子上，2个亿我卖了。哦，伊莎小姐，我想说的是，可以优惠。不用，只要凌晨喜欢，多少钱都无所谓。这张支票你可以在任何银行兑现。啊哈哈哈哈！林兄弟，有伊莎小姐这样的伴侣，你真的很有福气啊！春山伴侣图，跟你们俩相得益彰，绝配啊！有钱了不起？林兄弟，这画撕坏了，可就不值钱了。伊莎小姐，您瞧见了，毁了我可就不负责。会了就会了，不就是一幅画吗？只要凌晨高兴就好。哎呀，造孽呀！这唐银真迹就这么毁了！哎呀！嘘，谁说我要毁它了？这画里怎么还有一幅画呀？这是虚格挽良图。顾老，这画有什么说法？这挽良图相较于春山伴侣图，其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更加重大，堪称稀世珍宝。那这么说，林晨他赚了？一幅画里竟藏着另一幅唐银真迹。哎呦，怎么又让这小子给淘上了？这比杀了我还难受啊！顾老，这幅挽良图值不少钱吧？挽良图有2种版本，一为唐寅中年之作，2为晚年之作。2个版本？莫非系统说的2幅是除了伴侣图另外一幅？快看，还有一幅！啊，这就是另一个挽良图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这画在我店里挂了10几年，天天在我眼皮底下，我竟然都没有发现另有玄机呀！顾大师卖鼎力寿，你可不许反悔啊！哎呀，都怪我有眼无珠啊！哈哈，顾老，这第2幅比第1幅要小许多，应该不值什么钱吧？你懂个屁！这挽良图无论哪个版本都是上亿级别。这晚年之作虽小，却比中年之作更具艺术价值。若双版合璧，价值翻倍，至少在4、5个亿呀！4、5个亿，这凭什么呀？凭什么他买1幅画能赚3幅画的钱，而我每次都是血本无归呀！哎呦，你说的嘛，运气！哎呦，画有夹层，老朽并非没见过，但同时隐藏2幅画，平生仅见。这不仅需要天大的机缘，更需要绝凡的眼光。林兄弟慧眼识珠，老夫实在是佩服啊！
多谢夸奖，多谢夸奖，这个女人真是我的福星了。林兄弟，看在这伴侣图是从我手中买的份上，能否将这挽良图转让于我？我运出5个亿，不6个亿。当然可以。好，看来我是无缘拿伊莎小姐的钱，这卡里正有4个亿，林兄弟收好。伊莎，来拿着。亲爱的，你太棒了，这钱我不要，就当给你的零花钱了。怎么有一种被包养的感觉？清晨，你不准要他的钱，你去向我给你。你给我？之前你帮我买的那只股票一直在涨，以后你去先跟我说，快把钱还给他。哦，亲爱的，你竟然还会炒股，太好了！你快来我集团吧，这位待遇任你挑。我哪儿也不会去，拿你的臭钱，我们不稀罕。不稀罕？信不信我从你们宿舍撤资，并在公司做空你们？对，好了，别再吵了，大家有话好好说嘛。就是嘛，都是一家人。好女婿，你看你一下子捡了这么大漏，这春山伴侣图能不能借我观摩2天？检测到 SS 级回报目标，将春山伴侣图赠送苏耀东，回报百毒不侵体质。百毒不侵，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！想要啊？既然你喜欢，就送你了。送我？哎，你不想要啊？行。哎呦，我的好女婿，我以前怎么就瞎了眼，没看出你的好呢？你放心，以后要是有谁再敢瞧不起你，就是瞧不起我苏耀东。亲爱的，我们走，别和这种人相处。我不准你跟他走，他是我们苏家的人。让开，否则我一个电话让你们宿舍立刻破产。秋雨，别耽误你姐夫办正事儿。男人嘛，总有些应酬嘛啊！这老东变脸也太快了。不行，跟我回家。女婿快走，我帮你拦着。爸，有你这样当岳父的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也是为了苏家好。林晨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肯留在咱们苏家就不错了。你这样做只会把他逼走。哼，当初也不知道是谁一心赶他走。我那不是打眼了吗？姐，你快管管姐夫吧，他快被狐狸精勾跑了。宝贝，先把车停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丽，我妹嘛。又来啊！伊莎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是个有家室的人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。3个月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心脏病已经到晚期了，医生说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。在遇到你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男人动过心。我只希望在最后的时间里，你能多陪陪我。这是化验单，如果你不信，我可以跟你去任何一家医院证明。这是我的遗产继承书，只要你陪我，3个月后，我死后全部给你。怪不得系统说回报是遗产。我不想带着遗憾离去，丽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，好吗？检测到 SSS 加级回报目标，让伊莎服下养心丸，回报房中术修真秘法，该秘法可助宿主驰骋沙场，并进入修真之道。我操，房中术居然还能修真，系统也太逆天了！伊莎，别慌，我有办法救你。这个叫做养心丸，1颗下去就可以缓解心脏病，你长期服用可以根治你的心脏病的。没用的，这世上所有的特效药我都试过了，都是骗人的。你放心吧，这个药它跟一般的药不一样，我还能害你吗？好，我吃，但是我要吃进口药。进口药？这个女人不会是想让我用嘴巴喂她吧？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你妻子的。这不合适吧？啊！我好难受。伊莎，你别骗我了，我可不会上当的。你救我！你不是装的。
妈，坚持，怎么样？丽莎，你撑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。去医院？老子现在就送你们上西天！张凯啊，那车里是你放的毒是不是？哎呦我去！你小子命挺大，跳楼摔不死，放毒毒不死，我还真有点佩服你。我跟你拼了！跟我张凯拼，你有这个实力吗？哥哥，快把他推下去！这家伙买的有保险，他死了，咱们还能赚上一笔。撞上了！怎么回事？要不要打119？怎么回事？报个警啊！这都摔不死，哼，这废物的命还真是够大。娜娜，为了你连打3份工，我把我挣的钱都给了你，为什么你要这么对我？你就算是一天打300个，也比不上我们凯哥的一根脚趾头。我们凯哥啊，可是星辰集团的总经理，不像你个臭送外卖的，只会用跳楼来威胁我跟你在一起。是江浩派你们来的？没错，今天你和这小子都得死。他们给了你多少钱？我可以给你更多。老子今天就是什么钱也不要，也要弄死他！我去，还嗑上药了，傻叉！养心丸的补充气血，增强体质，我一下吃了这么多，应该能打过。你上！去！有两下子吧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跑，全都给我上！你怎么回事？你刚才吃了什么药？没想到养心丸的作用这么强，要是再按照系统说的，使用防风术修真，那岂不是无敌了 Oh my god， 李，你太厉害了，你居然会功夫 ！Of course， 我们华夏人谁还不会点功夫呢？去死吧！你别过来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张凯，你什么能耐啊你？今天老子就新仇旧账一起算！李，你太酷了，牛逼！嘿嘿。死了！没关系，我可以给你证明，是他们想要杀我们，你只是正当防卫。哎，有道理啊！哎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你刚才给我吃的药太神奇了，还有吗？我看看啊，没了，都被我吃完了。不过这有药方，我们可以再生产。真的吗？你的药方卖吗？我可以出1000亿。1000亿啊！检测到 SSS 加级回报目标，将养心丸交由伊莎集团和苏氏集团联合生产，回报 EL 集团1亿万股。EL 集团什么鬼啊？你说什么 ？EL 集团？啊，你听过 ？EL 集团可是全球第一药企，坐拥1亿市值 $。1亿市值？那如果我有他们的1亿万股的话，相当于多少钱啊？这不可能！据我所知，EL 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也才只有9000万股，1万亿对应的股权价值约等于1000亿$1000亿啊，还是了！归是 SS 加级回报，要是拿了这些钱去搞我投资，很快我就能成为世界首富了。李，你刚才给我吃的药是EL 集团研发的吗？不是，这个药是我自己研发的。Oh my god， 李，你真是谜一样的男人，我可太崇拜你了。丽莎，我想了一下，这个养心丸的药方还是不能卖。不过我可以授权你和苏氏联合生产。为什么要和苏氏联合生产？我们集团完全可以独立生产的。你现在不也是苏氏的投资人吗？所以说给你和给苏氏没什么区别嘛。好吧，你还是放心不下你的妻子，也不知道她有什么魅力。哎，说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当然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了。
这样一次圣药问世，一定会全球轰动的，说不定 EL 集团也会因此惊动的。EL 集团吗？我马上就成为他们最大的股东了。姐，你到底管不管姐夫了？那家伙到现在都没回家呢，肯定是和伊莎鬼混去了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哎呀，我忘记告诉你了，今天我们去古玩城见了一位鉴宝大师，他说凌晨的朝珠是真的，价值几十亿呢。几十亿？信不信由你了。不过就算是不找伊莎集团合作，我还有办法可以解决集团这次的危机。什么办法？说到底还不是差钱吗？啊，20亿够不够？哼，你有20，把这玩意卖了，不就有了吗？就这破玩意儿还想卖20亿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什么眼光？你好好看看，这可是老佛爷御用的朝珠，那放到拍卖行起拍价最少都有20亿的。他那天说的是真的？你确定他那串珠子值几十亿？那个大师该不会是他找的托吧？不会的，这古大师可是古玩协会的会长，他也在现场呢。可凌晨那家伙竟然把价值几十亿的朝珠送给了伊莎，气死我了！几十亿的东西，说送人就送人，他真那么有钱？姐，我还有件事没告诉你，你先答应我，你听了不能生气。老实交代，你又犯什么错了？之前我用了一部分集团公款，买了星辰集团股票。什么？你竟然敢私自挪用公款？哎，你先别急嘛，钱我已经补上了，而且我还赚了不少。你胡说！星辰集团的股票到现在都没有止跌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赔了多少钱？真没赔，我在星辰集团赔的股票，在其他股票上赚回来了，而且还是凌晨帮我买的，那只股票每天都在涨停。不信你看，这不是现在最热的妖股吗？这我想进都进不去啊！这当初我也没想到它是妖股，可凌晨竟然一把全仓梭哈了。姐，这凌晨既会鉴宝，又是股神，你真甘心和他离婚？苏总，紧急新闻，伊莎小姐要在明天召开新闻发布会。新闻发布会？发布什么？据说是一款名为养心丸的心脏病特效药，还要和我们集团联合生产。什么？养心丸？这个叫做养心丸，它的药效胜过现在所有的心脏病特效药，单颗见效，而且长期服用还可以彻底根除心脏病。咱们把它给推广出去，不仅可以救集团，还可以让苏氏药业成为全国不全球第一。哼，你怎么不说吃了能长生不老呢？哎，长生不老贪心了，但是延年益寿的效果可是真的，而且药方还在我这儿呢。够了，凌晨，集团危在旦夕，我这个时候没有功夫听你胡扯。还不信？那我是真没办法了。难道他说的话全是真的？是我误会他了？姐，你赶紧打电话联系凌晨啊，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喂，你在哪儿？苏少钱，凌晨在西藏，你找他有事吗？没事。Darling，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哎呦我去，怎么过了这么久还下不去啊？早知道不吃那么多养心丸了。谁说这玩意没有副作用的？系统，你怎么坑我啊你？伊莎 ，Where's my clothes？ 我的衣服呢？扔了。扔了？不是，你把我衣服扔了，我穿啥呀？放心，你的新衣服很快就到。我还是先回浴室去吧。怎么，在我面前你害羞什么？害羞？搞笑！我怎么可能会害羞呢？我是怕传出去对你声誉不好。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陪我喝一杯。喝？我不喝。这次啊，这里没有下药，
你还好意思说这个啊？那昨晚要不是你在我的酒里面下药，那新人怎么会误会我呢？难道你就不想跟他发生点什么吗？我混蛋，你对得起我姐吗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晴雪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你还解释什么？你都洗上澡了。我也就是在这洗个澡啊，我其他事情我什么都没干啊。你还想干什么呀？洗澡不能回家洗吗？那是你们的家，我这才是凌晨的家。再说了，你们又是假夫妻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你这个渣男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我操 ！Oh my god！ 混蛋流氓，你还我眼睛，我不干净了！不是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恶心！我真的就是洗个澡，我什么都没干呢，我。Darling， 你跟他们解释干什么？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你们出去。我来是来和你说养心丸的事。新闻发布会那么大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就算你是苏氏的投资人，你未免也太自作多情了吧？商量？我伊莎做事什么时候需要跟别人商量了？再说，苏清雪，麻烦你搞搞清楚，你们苏家现在最大的股东是我，我有权决定任何事。太过分了！苏氏是我姐一手创办的，你不过就是投了一点钱而已。区苏氏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要不是我们凌晨提出要和你们苏氏联合生产养心丸，这种圣药根本轮不到你们生产。林晨，这个养心丸就是你之前说的那种，它真的能根治心脏病？对啊，我早都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不相信我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对凌晨的能力一无所知啊！而且他刚才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，你们非但不关心他，还跑来这里谴责他，这就是你作为妻子的本分吗？死里逃生？怎么回事 ？Boss， 林先生的衣服买回来了。Darling， 快看看喜不喜欢？不是，这玩意你也买啊？人家是不是很体贴呀？贴心是贴心，可我穿不上啊。抱歉，我的错。给先生买一条新的，要最大码的。Darling， 你也去换身衣服吧。我先凑合穿吧。不要脸，这家伙是怪我。把他们扔出去。Boss， 有件重要的事想向您汇报。什么事？根据调查，您车里的毒气是氯气，吸入后会极大的诱发您心脏病的发作。赵浩就是想将您的死伪装成心脏病的发作。赵浩知道我心脏病的人并不多，赵浩是怎么知道的？赵氏的背后是山本株式会社的影子，我们怀疑罪魁祸首就是山本一郎。山本啊？怎么冒出来头小鬼子？这山本一郎是谁啊？是我未婚夫。什么？你未婚夫？我的家族有遗传心脏病史，我的父亲在我刚成年的时候就因为心脏病去世了。他在去世前给我定了一桩婚事，就是与山本株式会社山本一郎结婚。你说的是倭国第一商社？没错，山本家族号称倭国商界之王，业务覆盖金融、医疗等多个领域，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，实力比我们家还要强。这是好事，那你干嘛不嫁给他，非得跟我姐抢男人？山本与我联姻是为了吞并我家的产业，他知道我有心脏病，他一直盼着我死，甚至屡次暗害我。如果我死了，他就可以继承我的遗产了。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取消婚约？当初我父亲与山本家族联姻有约定，解除婚约必须要我和他同时都同意，除非他死了，否则我永远都无法摆脱他。所以你逃婚才来到的华夏？我也没有想到他会派人追到这里，还屡次对我下杀手。这个混蛋，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现在恐怕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麻烦，你把养心丸的消息散了出去，又要和我们苏氏联合生产，山本一郎一定不会轻易错过，甚至会对我们苏家下手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没人能伤害你们。好大的口气！山本，我没找你算账，你竟然还敢主动找到这里来！医生，华夏地有句古话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我劝你还
还是乖乖地跟我回倭国吧。你休想！我就算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倭奴的。说得好，阿哥，你的什么的干活？你狗叫什么？老子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东洋鬼子，信不信？今天让你们有来无回！全养局小心，这小子邪门的很。你，我之前亲眼看见这小子吃了一种药丸，然后就变得特别能打，我们好多人打不过他，海哥还被他一拳给打死了。你得吃的是养心丸。没错啊，这丹药就在这儿，有胆来拿呀！山本先生，这药不仅能根治心脏病，而且吃了之后人体就会大幅增强。如果要是咱们搞到手，那不大赚一笔吗？哟西，你得不要以为吃了药就很能打。全阳君是剑道9段的高手，是我们大倭国第一的武士。只要你乖乖地把药交出来，我就饶你一命，不然死啦死啦的。全养啊，原来是狗娘养的。我说怎么一直在这狗叫呢？啊！不敢，竟敢侮辱大倭国武士，去死！全阳君，怎么会这样？全阳君是倭国武士道顶尖高手，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打败？什么狗屁武士道，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！八嘎，你的可知道得罪为什么的下场？别冲动，令山本回收的背后是山本族，光正式成员就有几千头，就算你杀了他，你也不可能杀光所有的成员的。你知道就好。我看在伊萨的面子上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发布会上交出养心丸的配方，否则统统杀杀的。我们走。叫了，如果我们明天交不出药方，我们肯定会迎来山本族的报复的。哎呀，怕什么？什么狗屁山本族？到时候来一头杀一头，来2头杀一双。不，你根本不知道山本族的可怕。他们不仅任夺示众，手段也极其残忍。他们在倭国势力极大，仅凭你单打独斗，根本无法与之抗衡。势力大又如何？能大得过 EL 集团吗？我马上安排你们离开，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等风头过了，你们再回来。只怕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山本族也会对我们穷追不舍的。那怎么办啊？检测到 SSS 级回报目标，刺杀山本一郎，回报剑圣体质。我又要变强了。不用逃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你？我承认我之前是低估了你，但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惹了多大麻烦？哼，我说了解决，自会解决。八嘎！山本君，怎么了？那个该死的女人多次提出退婚，害我在倭国商界面前丢尽颜面，现在居然还和那个华夏男人住在一起，眼里简直就没有我。山本君，请息怒。在我看来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人配得上你。よし，奶奶子，如果那个男人不肯交出药方，恐怕还要麻烦你出手。嗨，区区华夏居然还有那样神奇的药物，这种药物本就该属于我们大倭帝国所有，毕竟华夏人都是些兵符，什么药都治不好的。不是吗？八嘎！山本君赎罪，杀死全阳君的那个家伙招过来了。那你，他弟没有逃走，反而主动地上门。嗨！よし。我只说一遍，
交出山本，否则死！狂妄的华夏人，就凭一把木剑也想杀人？人，你们也配？在我眼中，不过是一群猪狗罢了。哪个杀了他？一起上！那你的什么的剑法？杀猪剑法！啊呀！谁说木剑杀不死人？愚蠢的华夏人，虽然你有些本事，但是这枚苦物上已经被奶奶子涂了剧毒，你要死定了！把药方交出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，否则你将痛不欲生。剧毒？你竟然没事？不好意思啊，我百毒不侵的。杀死他！还有什么招式？尽管使出来吧。哦，忍者啊，有点意思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好意思，忘记告诉你，我是修真的，刀枪不入。那你，华夏传说中的修真者，竟真的存在？快杀死他！你竟真的是修真者？真是雕虫小技，也敢在我们华夏班门弄斧，不知死活！修真者又如何？我不信，连子弹也杀不死你！快把药方交出来！你开枪试试啊！去死吧！你到底是人是鬼？小鬼子，你祖宗没告诉过你，华夏不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不要吓我，我马上离开，我发誓永远不再来华夏。放过我，我可以帮你做任何事。哦，任何事？只要你肯放过我，今后你就是我的主人。我不杀女人的，你走吧。骗你的。喂，凌晨，如果你再不回来，就永远别回来了。搞什么名堂？不是都要离婚了吗？这是在关心我？哎，凌晨怎么还不回来？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小陈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赶紧收拾东西，跟我们走。哎呀，妈，事情已经被我解决了，你们哪都不用去。啊，这么解决的？那个山本已经被我给杀了。什么？就你？人家可是山本家族的继承人，身边高手无数，你能杀得了他？退一步说，就算你真杀了他，事情只会更糟。放心吧，山本家不敢报复，听我的，明天的发布会我们召开不误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就算你会鉴宝炒股，能比山本家更有钱吗？
本来还觉得你小子有点本事，没想到捅出这么大篓子。早知道什么狗屁养心丸就不该拿出来。难道山本家族比 EL 集团还厉害？EL 集团？没错，鄙人正式介绍一下，我马上就要成为 EL 集团的最大股东。明天的发布会他们也会来，所以你们完全可以放心，小小的山本翻不起什么风浪。我看你就是在做梦。EL 集团是全球第一大药企，市值万亿，成为他们的最大股东，你只会在梦里出现。信不信随便你们吧，反正我哪儿都不去，你们想走就走吧。丽，哪怕是我们集团都很难与 EL 集团达成合作，更别说什么股东了。跟我走吧，我养你。咦，怎么那么肉麻呢？我现在好歹也是个身价1000亿美元的人呐，哼，还需要你养我？笑话！还1000亿美元？哼，你怎么不说你是世界首富呢？检测到 SSS 级回报率，做空山本商社，回报3000亿美元。对呀，这山本一死，现在正是做空山本集团股票的最好时机啊！对，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我现在啊，得赶紧上去赚钱，早日成为世界首富了。哈哈！这姐，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，疯掉了呀？到现在了，还有什么心情去赚钱啊？他也不管他们了。妈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走。不行，小陈不走，我也不走。留下来，我们都得给他陪葬。山本组那可是帮众数千，全都是亡命之徒，就算他再能打，能打得过成千上万人吗？我不管，小陈是我女婿，我不能留下他一个人。既然令决定要留下，那我也要留下。山本家族不是好惹的，我们伊莎集团也不是好欺负的。听令称的，明天发布会召开。姐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没想到山本集团居然是在美股上市，而且现在正好可以进行交易，这可是埋伏狙击的好时机啊！哎呀，可惜我现在手上的现金流太少了呀。姐夫别回头，我是我姐。哎，晴雨呀，别闹了，来，没看到我搁这忙正事吗？什么正事啊？你要买山本集团的股票？没错，我打算做空山本集团。做空山本？可是山本集团市值价值3000亿美元呢。是啊，我手上现在有一些现金流，但远远不够，所以我这会儿正愁着怎么筹资呢。姐夫，我的钱全部给你。什么？你来真的？可是就算是加上你的这些现金，那也不够啊。你傻呀？你炒股这么厉害，可以试试炒期货呀。期货？没错，期货不仅可以夜盘交易，而且随进随出，这收益可比炒股疯狂多了。当然，风险也很高。对呀，我怎么早没想到？检测到 A 加级回报率，3分钟后原油涨停。啊，涨停？期货涨停可比股票罕见多了。不过既然系统说了，那就梭哈。哎，不是姐夫，你怎么又梭哈了呀？你知不知道，炒期货不像股票，这不小心容易穿仓负债，而且还是原油这样的大品种。别急，咱们打个赌，不出3分钟必涨。唉，姐夫太冲动了，以为股票玩得好就能拿捏期货，早知道就不告诉他。哇！涨停？是刚刚还跌停呢，怎么突然下一秒就涨停了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新闻上说啥？这突发消息，国外打仗了，所以能源系产品大涨。哦，姐夫，你不会是提前收到内幕消息了？我？你想什么呢？
我要是连打仗这种消息我都能提前知道，我还至于苦巴巴的搁这炒期货吗？那你是怎么预判的？我说是盘感，你信吗？信，你现在说什么都信。这么一会儿就把本金翻了3倍，姐夫，我太崇拜你了。哎，行了，别崇拜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检测到 A 加级回报率，原油期货1分钟后跌停，建议宿主立即反手做空。我操，搁这玩过山车呢，不过正好做空再赚他一笔。哼。姐夫，这涨停板封得这么稳，都上国际新闻了，许多人进都进不来，你怎么又反手做空了？哎，我的盘感告诉我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这里面恐怕有诈。能有什么诈呀？这都上国际新闻了，网上都炒翻了。按照这种情况，肯定要持续发酵几天才能逐步冷却，真是搞不懂。啊！那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哎，这新闻上又说啥？说是2个国家只是进行军事演习，并没有开战，反而进行了深度战略合作，能源供给充足，甚至过剩。所以，哎呀，姐夫，姐夫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收我为徒吧。闹什么呢？起来！你呢？赶紧回去休息，我还继续忙呢。走。姐夫，你别撵我走嘛！哎，你出去吧你，走吧。哎，我去，这期货好啊，这比股票可刺激多了。这地天地的情况都能让我给遇到，哎，而且有系统在，我完全就是在捡钱啊，白白捡钱，嘿嘿。买不完呀，根本买不完，嘿嘿。雷欧不许你这样做！你不是在？我这是在操作期货交易啊！我手点击鼠标的速度快了点而已。哦，你该不会以为我是在……对不起，林，我误会你了。不过你为什么要抄期货啊？哼，我要做空山本集团。做空山本集团？哇，你赚了这么多！怎么样，一宝加入进来啊？赚了的钱我分你1半，亏了都算我的吧。我不许你跟我这么客气。好了，我已经把集团所有流动资金都转你了，你不要有压力，正常操作就行，我相信你。太好了，这下赚的更多了，没问题，现在就干。Oh my god， 宝贝，你太棒了！嘘，小点声，别打扰别人休息啊。你的手速怎么这么快？我爱死你了！你们2个滚出我家！你们这是在干嘛？大晚上的，我们孤男寡女的还能干嘛？这说什么呢？哎，秦雪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们是要做空山本集团，他现在手上现金流不够，就只能先在期货上融资了。那你们刚才说什么手速快又起来了，那什么意思啊？K 线呐！哎，你看这 K 线又起来了，你手速要是不快的话，怎么能赶上好行情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原来我们冰山一样的苏总裁脑子里也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。你都没睡呢，小陈，这是咱家的家产继承书，集团和家里所有不动产都已经划到你名下了。妈答应你的事，肯定做到。你拿着，赶紧走吧。妈，我不走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妈把我当亲儿子对待，绝不能让他失望。赵公子，据说你们赵氏和山本商社有深度合作，请问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赵氏这些年呢，多亏了山本一郎先生的扶持，包括今天要推出的养心丸，也是由山本集团研发的。可今天不是伊萨集团和苏氏的发布会吗？他们也配？
养心丸只属于山本集团，而我赵氏是国内唯一的生产商。你们前不久生产的益心丸造假，这又如何解释？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那都是苏氏搞的鬼！胡说八道！我代表苏氏集团，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我们苏氏集团早与赵氏终止合作，益心丸造假完全是赵氏自己的责任，并且赵氏集团与山本商社的合作之所以现在才曝光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山本商社的授意，故意制造假药，目的不仅是为了非法牟利，更想毒害我们华夏人。放屁！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诽谤？我之前一直很好奇，山本商社那么大的名气，与赵氏的合作却迟迟不宣传，这不像你的风格呀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原来你们赵氏不过是山本商社的白手套，怕事情败露，才一直有所隐瞒。你有证据吗？这份报告是我们针对益心丸所做的深入研究，这里面有几味药材的搭配极为不合理，长期服用必定会对人的身体造成损害。心脏病患者服用后，不仅症状不会得到缓解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山本商社就是想毒害我们华夏民族，而你们赵氏就是汉奸。这怎么这样？大家别信他，这检查结果肯定是伪造的，他在血口喷人。谁说是伪造的？诸位，夏院长不仅是江城第一医院院长，更是我国医学界的权威，他的话足以验证这份检查报告的真实性。夏院长，您来和大家说说吧。这份检查结果确实出自本人之手，我以我的名誉担保，其中所指的药材搭配问题确实存在，长期服用此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苏晴雪，你就不怕山本先生的报复吗？山本已经死了。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吧？敢咒山本先生！大家别被他给骗了。我昨天跟山本先生见过面，他活得好好的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为什么不来呢？从昨晚到现在，你还见过他吗？像山本先生这样的大人物，迟到不是很正常吗？倒是你敢编造山本先生已经死了的谣言，等他来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识相的话，就乖乖的把药方给交出来。把药方给你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他自己都露馅了。这养心丸的药方根本不是他赵氏集团和山本集团研发的，研发者是我。你就你一个废物，你研发个屁呀你！妈的，敢打老子！你给我等着！老子今天不整死你，我他妈不姓赵！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留不。怎么回事？行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今天你就算是把电话给打爆了，他也没机会接。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山本先生肯定是在忙，等他来了，你们全都得完蛋。难道山本真死了？各位，你们可都听到了，这个姓赵的不仅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还在狡辩，甚至还当众威胁我，想要我交出药方。这和当年倭国侵略我们的强盗行径有什么区别？他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太过分了！必须严惩这帮无耻之徒！严惩！严惩无耻之徒！严他妈惩！给我闭嘴！你配你妈的你！我给你脸了！你知道除了小鬼子之外，我最恨谁吗？那就是汉奸！小心！对不起，老板，我来晚了。小子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今天老子让你打个够！这可是我花重金请来的暹罗拳王，今天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功夫！什么狗屁拳王，我看也不过如此吧。给我往死里打，出事算我的！我的手！就这点本事也敢自称拳王？我告诉你，你们暹罗那点功夫，在我们华夏武术面前都是些皮毛。我的腿！我都说了，你不行，别以为学了几天功夫就可以来我们华夏耀武扬威。废物，给我起来继续打呀！
老板，我的手和腿都断了，得加钱。老子给你加1000万，给我打死他！身残志坚啊你！找死！还敢挡？这一拳，20年，你挡得住？姓赵的，你倒是挺有胆量，当着这么多媒体朋友的面，公然买凶杀人，大家可都拍到了。我这纯粹是正当防卫。你们不许拍！我可是山本先生的人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今天耶稣来了都保不了你，我说的。丽莎小姐，这就是今天要发布的养心丸吗？没错，今天在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令琛。养心丸的专利是他的，终将是凌晨的。接下来，我们伊莎集团将会与苏氏联合生产。丽莎小姐，请问养心丸真的能根治心脏病吗？您怎么保证它不能像益心丸那样出现致死人命的现象？就是啊，这没办法保证的呀。太吓人了，说大话。自己吃了应该没事吧？养心丸采用多味中草药合成，成分天然无添加。我们已经在多家权威机构进行了试验，而且我本人就是一名心脏病晚期患者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它绝对是一款良药，长期服用不仅可以根治心脏病，而且能够增强人体免疫力。我可以证明，伊莎小姐所言属实。自从伊莎小姐来到江城，我便负责治疗伊莎小姐的心脏病。这是她的最新检查结果，各项指标显示，伊莎小姐的心脏病已经开始缓解。真神了！夏院长，如此神奇的药物，真的是这位林先生发明的吗？据说它只是个赘婿啊！赘婿怎么了？当初就是他对我下药毒害昏迷，那个时候正是凌晨救了我。总算从这女人嘴里听到一句好话了。不错，我当初对苏小姐的病情都束手无策，但后来经过检查，苏小姐已经完全康复。林先生可谓是神医。林先生，这样一款神药，您打算卖多少钱？大家可以完全放心，这款养心丸的价格我们会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我们的初心从来不是追求高额的利润，而是让每一个心脏病患者都能够从中受益。好，说得好，好。好样的！真是良心啊，真不错啊！让开！这家伙居然还活着，不应该啊！山本先生，你可算来了！他竟然说你死了，你赶紧弄死他呀！糟了，山本，这里是华夏。不是你们倭国，难道你要在这公然闹事不成？没错，今天你们所有人统统都要给我哥哥陪葬。你哥哥？你不是山本一郎？我哥哥已经死了，我是山本二郎。死了？山本二郎先生，你哥哥怎么可能会死呢？他昨天不还活得好好的？阿哥，我还想问你呢，你是怎么保护我哥哥的？我哥哥就是被他杀的。什么？你真的杀了山本一郎先生？你真的杀了山本一郎？昨天晚上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不相信？阿加六，你的死啦死啦的！你哥之前也是这么狗叫的，不过现在他已经死了，而我还好好活着。阿嘎，杀了他！林晨，这下你死定了！就算你杀了山本一郎，可你得罪了山本家，就算耶稣也保不住你。雷，山本二郎比他的哥哥更加残暴，我们怎么办？莎，你放心吧，就凭他们还动得了我？狂妄的家伙，受死吧！你们什么的干活？林先生，我代表 EL 集团全体股东，欢迎您的加入。哇塞，这是 EL 集团啊！你 EL 集团，这是股权变更书，
您现在是医药集团最大的股东，请问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？你真的是医药集团最大股东？昨天晚上都跟你们说了，不是？为什么我说实话的时候，你们总是不相信我？难道他从来都没骗过我？只是我对他带有偏见。这怎么可能？医药集团是全球第一药业，市值万亿，他这个废物怎么可能是最大的股东？我知道了，这些人都是你请的托是吧？敢冒充医药集团，你们都死定了！林先生是董事长，谁敢与他不敬，就是与整个医药集团为敌。是真的，那又如何？杀了我哥哥，今天你们所有人全部都变成离开，统统死啦死啦的！这怎么办啊？这我们该怎么办？中枪啊！这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还能不能走啊？先生，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个废物他怎么可能是你们的董事长？这中间肯定有什么猫腻。快走！出口在那边。山本，你也想去找屯？山本家是不会投降的，把人都带过来，发不回现场。现在，董事长，需要我亲手解决他吗？无所谓，我今天的币还没赚够呢，我自己推动。是山本族的人。愚蠢的华夏人，现在你们插翅难逃。插翅难逃，就凭你们这群臭鱼烂虾！马上跪下，给我哥哥忏悔，否则，否则怎么样啊？他是哥哥。上面抢了！这样怎么回事啊？看上面，这上面，这男女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神仙？要面对苦菜，我得投降，不要杀我！投降？刚刚不是还嘴硬，打死都不投降吗？我错了，大大的错了，放过我！哟西，不过我不接受。怎么样？我说了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去，给我全力做空山本集团，我要彻底击垮他们！董事长，不好了，咱们集团股票崩盘了，所有投资方都在撤资。林晨杀了我儿子，让我财路，跟他不共戴天。女士，这水温还可以吧？还行吧。爸，你怎么能给他洗脚呢？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林晨可是咱们苏家的贵人，我乐意。女士，你神通广大，以后我们苏家就全靠你了。以前都怪爸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！大阿离，山本集团和赵氏已经全部都破产了，这是他们的收购合同。按你的吩咐，我已经把所有的钱都投进股市了。你选的每一只股票都在疯涨。不错。姐夫啊，你能不能也教教我炒股啊？好说，再怎么说，我们也是一家人嘛。小陈，妈跟你商量件事儿呗。什么事啊？你看啊，我跟你爸年纪也大了，你跟晴雪能不能早点要个孩子呀？没错，不管是孙子还是孙女，我们都喜欢。最好是俩。妈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闭嘴。小陈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尊重晴雪的意愿吧。好，那这事儿我做主了。今天晚上
你跟小陈一块睡，夫妻之间哪有天天分房睡的道理？是啊，不行，反对无效。这次我站你妈这儿。哈哈哈，那个我是打地铺啊，还是……你现在已经是苏氏集团的继承人了，还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还不走？我说了要对你负责的嘛。不需要，你去对你的伊莎负责吧。这么说，你还是要跟我离婚啊？混蛋！我都表现得这么明显了，还不赶紧哄哄我？检测到 SSS 加级回报率，交养心丸药方赠送苏晴雪，回报美人真心。啊，这个是养心丸的药方，就算是对你的补偿吧。如果你要跟我离婚的话，我们明天就可以去办手续。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你到底是谁？明明那么厉害，为什么却要接近我？我说我是修真者，你信吗？修真者，就是小说里那种？没错，而且如果我跟你同房的话，我还可以变得更厉害。要不你试试啊？滚出去！为什么我说实话总没人信呢？真是。他竟然主动跟我提出离婚，难道是我们伊莎那狐狸精漂亮？还是我对他真的太苛刻了？口是心非的家伙，还不是乖乖的回来？不是说要离婚吗？还回来干嘛？这么久了，还没有试过房中术修真秘法的效果。大理，你来干嘛？大理怎么样？好看吗？你怎么穿着晴雪的衣服啊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刺激？你好骚啊！喜欢吗？老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把小姐放了！我可不是什么老王。你们以为苏家赢了吗？周叔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让你们给我儿子陪葬！住手！把我老婆放了，有什么事你冲我来！小子，你很能打吗？能打有个屁用！混社会用脑子，想救他，好，自行了断。凌晨，你别听他的。最好按我说的做，不然……老婆，没事吧？蠢货，没刀老子都能干死你们，还敢给我刀，真找死！赶紧用蛊术杀了他！蛊术？赵侯那小王八蛋在你酒里下药了？不是药，是蛊。这个蛊啊，种类非常的繁杂，有的呢可以控制人的心智，有的可以控制人的身体发生异变。你们说的那个赵浩，那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掌控你们苏家呀。什么？妈，你别听他瞎忽悠，他要真有这么厉害，怎么可能送外卖啊？我看他就是看我姐醒了，他入赘的美梦破灭了，所以想编点故事吓唬你们，怕你们把他赶出苏家。当初我姐
真的是被下蛊？没错，那是我的肥酒蛊，可惜被这小子给破坏了。你早都不是原来的管家了。蠢话，我是暹罗第一蛊师，你们原来的管家早就让我下了降头。什么是降头？是一种能让人彻底沦为傀儡的邪术。你杀了我徒弟，我要让你变成我的傀儡。你徒弟？啊，你是说那个断手断脚的狗屁拳王？找死！你萨瓦特马哈帕塔！你怎么就这么轻易破了我的蛊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区区暹罗邪术也敢来我们华夏放肆？孽畜，还不快现出原形！林晨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做鬼，今日便将你魂飞魄散！松跑，给我跪下！林大师，我错了，我不要药方了，求你饶过我！你不是要给你的儿子报仇吗？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。他死了！哎呦啊！凌晨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我的丹田里面有一股邪气在横冲直撞。凌晨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？不，没用的，这不是一般的手段可以根除的。那是不是刚刚那个蛊师搞的鬼啊？哦，对，一定是那个蛊师临死之前将这邪气打入了我的体内啊，意图给我同归于尽呢。怎么会这样？老公，你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救你？你笑什么？老公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不好，可是我不想你死。你告诉我，怎么样才能救你？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老婆，为今之计恐怕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跟我同房，通过房中秘术来将这股邪气加以引导，炼化了它。否则我恐怕真的小命不保啊！好吧，我答应你，那我们回房间吧。等一下，我也可以帮你。林，去我房间吧。不是你不行，你是洋人，这个体质吧，跟我们华夏人不一样，这房中秘术怕是难以奏效。而且我和秦雪已经是夫妻了，这件事情只有她能帮我。姐夫，你不会是装的吧？不是都什么事了，你还一个？哎呦，我说那个邪气又在我的体内乱窜了，再不加以引导，我真的会没命的。现在都不是争吵的时候，现在救凌晨要紧。谁放屁了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我说是那股邪气在作祟，你们肯定会相信我的吧？好啊，你敢骗我，你找死！哎，老婆，你刚刚可不是对我这个态度的。谁是你老婆？你刚刚口口声声叫人叫老公的时候，大家可都听到了。好了，清雪，小陈跟你开玩笑呢，赶紧带他回房间解决那个邪气的事吧。谁要管他？Darling， 他不帮你，我帮你。不是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跟我回房间？老婆，我来啦！哈哈。